哇！有冇搞錯啊？啱啱搬入嚟都唔夠半年，忽然間有個 special levy 要我俾幾多錢啊？萬幾蚊，黐線！買 condo 嘅時候，除咗要留意管理費之外，其實仲有一樣嘢大家都要留意嘅，就係 special levy 嘅風險。大家好，我係 Adrian 溫哥華地產經紀。咁 special levy 簡單嚟講咧，就係一個 strata 嘅大型維修啦。咁如果 CRF 係充足嘅話咧，就可能冇乜事。但係如果唔夠嘅話咧，咁就要用其他用戶一齊夾錢去維修噶啦。咁一般維修嘅嘢會係包括咗外牆啊、天台啊、停車場同埋水管等等唔同嘅嘢嘅。咁而呢啲費用咧係有機會由幾千蚊去到幾萬蚊都有嘅。咁所以買 condo 之前，除咗睇價同管理費之外，更重要嘅亦都係要睇清楚所有嘅 strata document。咁當中裏邊會包括會議記錄、財政報告同埋選委報告等等唔同嘅嘢。嗱，咁如果你而家想買 condo 嘅話咧，但係又驚我潛在風險，唔使驚嘅，你聯絡我，我幫你睇清楚所有嘅 document， 揾清楚所有嘅重點，等你可以買得安心。